大家早晨，和記好馬介紹9場6號粵港支區。睇佢點樣跑法啦！呢隻馬真係得㗎。而家成租好靚。大面菇就係呢隻好節拍啦，後邊嗰4匹馬啦，咁分別有粵港支區響尾4、尾3輕功猛男啊，尾2灰馬宜昌光輝暫時殿後係嗰隻合夥飛馳嚟㗎，去到對面直攞中尾段啦，貼咗欄放呢就飛馬座，快過外邊嗰隻精彩福星喎，第3位㗎嘛，埋邊有鋼鐵安防，外邊第4就方糖冇事啊，第5位走3踏啊，外邊福星小子呢，內欄紅黑直間3，第6位情數表，中間加州本事啊，後邊㗎嘛粉紅衫攞出去啦，就係呢隻好節拍。內欄喎尾4啊，淺藍喎粵港支區，灰馬尾3宜昌光輝拍住輕功猛男包咗落尾嘅馬呢，就合夥飛馳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飛馬座仲係佔先少少嘅，見到沿住個馬林穿入去追，有成數表，外面福星小子上，大外檔啊好節拍，埋邊係粵港支區，咁啊鬥到嚟最後100零米，中間福星小子佔先，埋邊上嚟嘅嘛粵港支區，不過出邊好節拍，衝勢凌厲啲啊，好節拍，外邊冚上嚟贏啊！咁啊第2名嘅嘛。埋邊係粵港支區，福星小子第3、第4名係宜昌光輝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好節拍。